歡迎大家收睇威廉十大賣 Top 10，請注意以下嘅排名純粹係我個人嘅意見，好可能同你嘅排名有所不同。呢一集同大家講下我的十大茶餐廳美食。講起香港草根階層嘅飲食文化，一定要試下而家叫做茶記嘅港式茶餐廳啦。記得我細個嗰陣，茶記係叫冰室嘅喎，即係平價西餐廳啦。特點係中西合璧，美味抵食啊！當年嘅 menu 好簡單，而家就包羅萬有咁滯啦。嗱，我哋將個範圍收窄啲，嗰啲炒粉麵啊、雲吞啊、燒味碟頭飯唔計。咁我認為最好味、最具代表嘅茶餐廳美食係邊10種呢？第10位西煎雙蛋。細個嗰陣真係唔明煎蛋就煎蛋啦，點解有個西字喺前面嘅？後嚟先知道，原來係有別於阿媽所煎嘅荷包蛋。西煎雙蛋，煎單邊 sunshine 粒，撒鹽撒胡椒粉做早餐。荷包蛋煎兩邊淋豉油，晏晝食又得，晚飯食又得。咁荷包蛋點解唔叫做冬煎雙蛋呢？又考起啊！第9位紙包蛋糕。舊時啲冰室必備西餅蛋糕，呢隻紙包蛋糕係繼合桃蛋糕之後最 common 最受歡迎噶啦，老人家同細路都中意食啊！貪佢有蛋香得嚟，容易食。紙包蛋糕真係帶嚟不少港人童年回憶，係香甜嘅回憶啊！第8位紅豆冰，叫得做冰室，梗係梁啟超話齋飲冰啦。當年夏天冰室係有菠蘿冰啦、雜果冰啦、綠豆冰啦同埋紅豆冰等等，嗰啲冰刨到沙咁幼滑，紅豆加花奶，正啊！加埋雲呢拿雪糕仲正啊！好似話而家香港有啲冰室居然係冇紅豆冰嘅喎，咁即係茶樓冇茶飲啫，咁都得。第7位蛋牛治，三文治夾鹹牛肉炒蛋，外國好似冇咁食嘅噃。佢哋蠢啫，咁好味啊！如果加埋漢底，咁就仲正啦。蛋牛治係茶記三文治當中最好食噶啦。咁公司三文治呢？記得以前係正式嘅西餐廳先至有 club sandwich 嘅，冰室冇噶。所以我覺得最好食嘅茶餐廳三文治就係蛋牛治咯。第6位腿通，源自意大利嘅 macaroni 通心粉，香港人攞去放湯，真係嚇死啲意大利佬啊！除咗牛通、雞絲通，我細個嗰陣仲有鮑魚通粉噶，我阿媽最中意叫噶啦。舊時啲通粉係用打得爛嘅瓷碟上，而家用埋晒青色、橙色嘅膠碟，仲要嗰塊火腿唔切絲，我唔 like 咯。第5位餐蛋麵，我細個即係60年代，所有冰室都冇餐蛋麵噶。要到咗60年代尾，公仔麵出現之後，先至由唔知邊個聰明嘅老闆發明即食麵加煎香午餐肉及煎蛋，而成為咗今日茶記10大美食之一嘅餐蛋麵，Yummy 抵讚。第4位沙爹牛丁，繼餐蛋麵之後，70年代中後期又有聰明嘅茶記老闆發明用南洋沙爹加港式梳打粉牛肉放喺碗即食麵上面，效果勁好味噃。南洋沙爹醬 crossover 日式即食麵，真係香港人先至諗得到啊！後嚟出前一丁流行，咁就有沙爹牛丁及撈丁系列嘅出現，呢啲就係後話啦。第3位西多，坊間推舉為茶記10大邪惡食物之首嘅西多 French Toast， 顧名思義，個 idea 係嚟自法蘭西嘅。西多法文叫做 Pain Perdu， 一定讀錯啦，我都唔識今晚打老虎嘅。我係喺7172年第一次食西多，記得伙計攞埋樽糖漿嚟，我對嗰樽嘢興趣重大啊！嗰陣西多唔興中間夾花生醬，我覺得仲好食啲咯。咁講一定有好多人唔同意嘅，預咗噶啦。第2位菠蘿油，菠蘿包冇菠蘿，但係有塊厚牛油，外熱內凍，冰火兩重奏，奶香加鹹香，超好食啊！記得我喺80年代尾先至係第一次食菠蘿油啊！當年仲有餐油，即係餐包加厚牛油，同埋鮮油多等等。菠蘿油嘅 magic 在於嗰塊牛油一定要 salted 加鹽啊！如果怕高鹽高油，就要食多啲啦，克服恐懼感啊嘛！講笑啫，講笑啫。在未公布第1位之前，要分享3種幾乎入到我威廉10大嘅茶餐廳美食。響 honorable mention list 中有椰撻。
有前輩話，舊時冰室食椰撻嘅人多過食蛋撻啊，貪佢夠香夠飽肚。我好記得椰撻上面中間個位有粒勁甜嘅紅色車厘子㗎噃，而家好似冇咗咯。奶油多，你好多士嘅口多士，搽牛油再加煉奶嘅奶油多，相信外國人好少咁食咯。又係港人發明㗎啦。我後生嗰陣響啲冰室食唔少㗎。鴛鴦，我知呢個係飲品嗱，絲襪奶茶加粗咖啡，歷史悠久，源於星馬，但亦都有人話係50年代香港大排檔發明，未有定案㗎，你點睇呢？第一位蛋撻，末代港督彭督中意食，新鮮出爐，人人中意食嘅蛋撻。網上話係由英國傳入，經香港人改良。咁幾時傳入呢？電影話戰前已經有㗎啦，總之係好耐歷史啦。來到50、60年代，香港人叫查咗法語嘅男人係梳咗個蛋撻頭，咁就知道蛋撻係幾咁深入民間啦，好受歡迎㗎。排佢第一，相信好多人贊成，起碼彭督一定 say yes 啦。多謝你嘅收聽收睇，請 like and share。